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6章3节到19节。提摩太前书第6章3节到19节。白话字汉日本圣经第242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英文。若有人传别样的教，无顺服咱的主耶稣基督端正的话，甲照敬虔的教训的，伊是家己碰风，毋知半项，有好辩论甲三钱话的百病，对安尼就生起怨妒、三钱、诽谤、歹念头，以及心智败坏、丧失真理的人的冤家，因掠敬虔做二路。若是敬虔兼知足，就是大二路。因为咱出时无带什么来，过世也袂话带什么去。若是有通食清，咱就要知足。独独遐个想要发财的，就含落买血、甲罗网，以及侪侪戆戆有损害的私欲，就是互人沉落伫败坏甲灭无的。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，有人乱无依，就受迷惑来离开道理，用侪侪艰苦家己刺插。独独你属上帝的人啊，着闪避遮个来对入义、敬虔、信、仁爱、吞忍、温柔，着精进信的好精进，将永活牵条条。你的受调是为着即个。你也捌承认好的志愿，伫侪侪干净的人的面前，我伫赏赐活命互万项有的上帝的面前，以及对本丢必立多最好的干净的基督耶稣的面前吩咐你，着守即个命令，无瑕疵，无通嫌，到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，到其大福气独一有关联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要显明伊。就是独一袂死，点伫袂通困我的光，人所袂捌看见，也袂会看见的。愿尊贵甲永远的关系归伫伊，阿免。今世好业的人，你着反复因，心智无伫自高，无伫下因的愿望，伫无定着的钱财，着下伫将万物满满互咱享受的上帝，搁反复因行好事。好业伫好所行，欢喜真济，甘愿分互人，为着家己接住好的地基，备办后来的事，互因牵条真的活命。以上，这是请本堂考生开牧师来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做金钱的管家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天父上帝，阮恳求信心，只是教阮伫地。互阮明白了解主你爱阮学习的，会当成做阮生活的帮站。恳求你继续引导阮，互你的话真正会当落实伫阮的生活中。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年度的第2摆的灵命操练，本地爱为10月份的第1主日爱开始。但是因为讲道安排的关系，所以咱为这礼拜再来开始做咱今年度的灵命操练管家的生活。拢总咱有4讲，这4讲内面其实是要互咱去明白了解，咱怎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来做一个好的管家，这是上帝的命令。其实这嘛是上帝的心意。伫创世纪一开始，上帝就赏赐互咱人。有权会当来管理这个世界，互咱的这个使命，其实毋那是管理金钱尔，其实伫咱未来拢总这4讲内面，咱会当为金钱、时间、运势甲关系这4方面，要来了解上帝要互咱每一个人成做一个好的管家的用意。所以今仔日咱会当做伙来思想，咱要怎成做一个金钱的管家，咱要怎做？其实咱来转来到源头，咱来明白了解上帝爱咱安怎来想。其实伫即马真侪册店，拢有咧教咱安怎来管理咱的金钱。
来管理咱的一切的事物。但是伫圣经内面，咱爱想的是上帝要爱咱安怎来做。这个时阵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想看觅伫一礼拜中间，你会当掌握的是偌济金钱？就是讲，你会使安怎来运用金钱？迄个金额是偌济？有的人讲，啊，我著一礼拜我两菜钱1000块尔，我著管理这1000块。有的人讲，啊，我就是规家伙啊，我来管理阮全家一个月内面所有金钱，所以我来分配一礼拜安怎用。有的人讲，我敢是一个上班的人，我敢若食的钱尔，我著来人开一淡薄仔钱。若是一个公司的头家，伊可能讲，我咧管理的是规个公司的运作、财务的状况。但每一个人所会当掌握的金钱的金额，其实拢无共款。其实特别伫2008年迄个金融风暴来临的时阵，伫迄年甲当有侪人因丧失了因的财产，但是伫过去因累积遮的财产，是为咱知台湾有一句话讲，台湾钱因骹目，代表迄个时阵。侪人拢伫金钱的即个议题内面，特别是最近要来选举，经济甲财富，真侪候选人因的上主要的政见。那你来看，其实伫咱的生活中，看起来是咱咧运用，咱咧掌握即个金钱。实际上，咱敢有真侪一个金钱的管家吗？到底是咧咱每一个人？咧管理即个金钱，也是金钱咧甲咱掌控，咧控制咱每一个人。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，保罗开始提醒提摩太，提摩太是对正少年时阵就军队保罗，所以伊伫保罗的面头前，伊是一个门徒，伊是一个同工，是一个属灵的囝人。所以伫咧今仔日所读的即个提摩太前书内面。是保罗要对提摩太的一个叮咛，要甲伊讲的是对性命的方面、对事工的方面。然后，这个叮咛内面，上主要的是爱提摩太用祈祷做大声，凡事拢用祈祷做大声，因为安尼祈祷来甲伊讲，你要安怎来牧养男女的信徒、长年老的人。以及要安怎来设立安立长老甲执事的这份，要安怎来管理照顾这孤儿寡妇，安怎来看这个伫工作顶面的规范。上尾就是伫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第6章内面，要教咱讲安怎做金钱的管家。那呢来看，伊咧提醒的其实嘛是咧提醒咱。对这个金钱的方面，咱来想一个问题。其实，伫今仔日经文，咱所读的第3节开始，伊爱提摩太去明白了解，若有人传别样的教，无顺服咱的主耶稣基督端正的话，照建成的教训的，就是家己碰风。那来看，保罗要提醒的是，遐个人因为传异教。无顺服基督所表明，互咱爱去学习的这个真的道理的时阵，其实咱会当讲，伊就是无顺伫咱的基督教的教义内面。看起来有的人真崇拜金钱，钱对伊来讲是敢若伊生命上重要的一个代志。所以咱安尼来看，有人讲伊嘛是一个异端的看法。其实金钱也是财富。是现代人的上爱，其实嘛是贵以早甲现代，逐个人拢爱，是一般人追求的目标，甚至是讲你有钱无钱，看做是一个真成功的一个标准。有的人真有钱，伊就讲伊真成功。那你来看，人对金钱的追求、贪婪、甲占有。其实，伊就失去了使用甲管理，已经到这个部分，敢若将钱看做一个偶像咧崇拜共款。有人讲，人若无贪钱财，天诛地灭。所以，这个
拜金的这个方式，已经是来形容人甲金钱财富这个关系真深的一个讲法。所以对安尼来看，有的人真贪恋这个金钱，咱会讲伊是拜金教。伊虽然无真正式的一个教义，无像咱圣经一本册，无像咱有智慧有意识，但是伊可能是上侪人咧追求的一个异教，嘛是上危险的。所以因为安尼对金钱财富无正确的追求、贪婪、争要摕以及占有、使用甲管理。所以就产生了怨妒、纷争、诽谤、妖异、心思败坏、恶性的竞争这下的物件，特甲比其他的宗教来比，伊搁较严重。咱来看，咱即时徛起台湾这个土地，最近这几礼拜以来，咱拢互食品安全的问题，咱拢咧烦恼，咱拢毋知到底什么物件，咱会当真安心来食。所以至到咱会当去，咱要追求的是一个心会当平安的物件。所以发生食品安全的问题，其实是财团也是企业，因将迄个利益要趁钱也是无趁钱，放伫第一位。若是无法度趁钱的事业，因就甲结束；若是有通趁钱的，因就搁想尽办法要去得到搁较大的财富。因为安尼。所以咱会当看到，因互金钱所控制，颠倒成做金钱的奴仆。那呢，金钱会带来咱的迷惑、迷惑，伊这个内面，互咱会当，互咱人因为贪婪，陷落伫罗网内底。亲像伫《路加福音书》12章16节到20节，一个无知的财主的一个比喻内面。伫耶稣咧甲众人讲话时，有一个人来到伊的面前，讲：“先生，请你教我的兄弟，甲我分祖产。”耶稣就甲讲：“你这个人啊，自罪设立我做恁的审判官，也是做分基业的嘛。”耶稣讲了，就对众人讲着一句话，讲：“要谨慎约束家己，拢无贪心。”因为人的活命不在伫伊所追求的方式，伊就用这个比喻对众人讲，有一个真好野的人，伊的产园有真好的收成。所以这个好野人，伊就想来想去，讲我要安怎通吞我的土产？要安怎会当互我食所得到的遮的物件会当累积起来？所以就讲，我就安尼做，我就拆厝，起一间搁较大的古厝、砌厝来底食的物件。那呢，耶稣就讲灵魂啊，你有侪财物累积侪年的路用通食。伊就安尼咧讲，就讲我有真侪物件我通食，但是上帝要甲伊讲，逢人啊，今暝要对你讨你的灵魂，就你所备办的，要归乎什么人啊？既然为着家己累积财宝的，伫上帝面前无好也是安尼。要明白，互咱了解，其实上帝要按咱的心来运用伊。所以嘛有一句话讲，伫圣经内面讲，恁的财宝伫倒位，恁的心嘛伫迄个所在。伫经言内面嘛，甲咱提醒讲，若我搁家己的财物的时，嘛会滑倒。第二，贪婪钱财会互人陷落伫私欲内面，叫人败坏甲灭亡。亲像耶稣路的故事内面，迄个有钱的好野人，伊伫在世的时阵穿真好的衫，逐工拢食好穿好，真欢喜快乐。但是当伊互主调去了后，结束伊伫世间的生命的时阵，伊伫阴间受痛苦，想要来耶稣路用伊的镜头啊，滴一寡水互伊嘛袂通的。迄阵伊所得到的只有败坏甲灭亡尔。第三，贪婪钱财会互人偏离上帝真正的道理，
陷落伫真侪困苦甲自我伤害尔。亲像也未悔改以前的杀戒，伊用无好的方法去甲人收税金，直到伊甲人的关系破坏了。所以当耶稣要来到即个乡镇的时阵，无人要互伊徛伫头前，所以撒该才爬去树仔顶来等耶稣。那你来看，撒该伊用诡诈的方法得到的财物，其实互伊甲人脱离了关系，甲人嘛无建立到真好的关系，甲上帝中间伊嘛因为即个罪来计当。所以真言讲，用诡诈的喙齿所求来的财宝，是互家己要来面对死。所得的财宝是分来分去的分共款尔。第四，贪婪钱财，互咱人的贪婪，因为是即今仔日经文内面讲，贪婪钱财是万恶的根本。那你来看，耶和华有讲贪婪钱财的人，就来背离耶和华，因为贪婪钱财，你就袂记你上帝伫头前，你将即个钱放伫头前，所以你就陷落伫万恶的内面。看起来，咱对金钱、对顶面所讲的，敢若伊拢是歹，拢是无好的，但是不然，咱来看，其实金钱有伊的本质伫咧。保罗咧讲，有通穿，有通食。咱就爱知足，钱财会当互咱有通穿，有通食，会当过着生活中基本会当满足甲丰富。因此，咱若对伊的本质来看，伊是好的。但是咱爱特别注意，咱咧使用金钱的时阵，咱来满足的是咱的需要。侪人拢因为因的想要知、想要，直到因对金钱内面。就亲像贪婪钱财共款，不断咧陷落。所以咱知影金钱的本质是好的，会当满足咱基本的需要。保罗嘛讲，伫金钱内面，是因为享受咱万有的即个上帝互咱的，所以咱才透过金钱去享受着上帝所互咱的一切的物件。金钱的本钱是上帝的，因为迄是出自上帝来，要为着互咱会当来享受上帝所创造者的物件。上帝享受亚伯拉罕，其实咱对经文内面的创世纪13章甲24章内面，咱会当看到，伊享受亚伯拉罕真富裕。伊讲伊的金钱真生极多，伫伊的录簿内面嘛见证讲，耶和华大享受福气，互我的主人。而且讲，伊有享受伊羊群、牛群、金银，以及罗卜、甲骆驼、甲驴。所以看到亚伯拉罕所领受的是对上帝遐来。咱嘛犹原会当看另外一个人是约伯。约伯虽然受着艰苦，但是伊对迄个艰苦中间，伊知影这是上帝咧掌管的。因为安尼，上帝享受互伊的比以前搁较侪加倍，所以伫经文内面特别把即个数目提出来，互咱去看到这是上帝的享受，是出自上帝。所以咱要明白了解，即个金钱是上帝享受的，若毋是出自上帝，是咱人的需要，咱就无法度真正去享受到其钱财所带来喜乐，因为即个喜乐是爱咱知影。这个金钱其实是一个无定着的钱财。咱讲钱财，敢若无一个定着，是因为咱无法度定。咱经营甲咱讲，咱袂使定睛伫即个虚无的钱财顶面，因为迄个钱财敢若会生翅膀飞往天去。耶稣嘛讲，毋通为家己累积财宝伫地上，伫地上有虫咬会歹，嘛有贼会来偷摕。所以要表达的是，即个金钱其实无法度保留伫你的身躯边，所以咱毋通去贪婪。伫咱的人生中间，咱拢知影，即个物价的波动是咱伫地面，互咱伫地面上，咱所欠的，也是讲咱所累积的即个金钱，咱所看的，只不过是一堆数字尔。
比如讲，你即马落地仔内面的100块，你回想看卖，伫10年前，即个100块甲即卖100块，数字是共款的，但是伊的本质、伊的价值却是无共款啊。因此，金钱会改变，但是只有上帝的话永远袂改变。保罗佮教人讲，咱无带啥物来到世上，咱嘛无法度带啥物出去。亲像列撒罗故事中的一个财主，伊穿着遮尔好的衫，伊伫世间嘛食好穿好，但是当伊死的时阵，伊连一点仔财产嘛无法度带走。所以咱还明白了解，搁较侪切坑嘛无法度带走，是因为金钱的本质是生无带来，死嘛无法度带走的，无值得咱去贪恋。那你来看，咱对金钱会互咱受到引诱，以及咱对金钱的了解了后，咱就爱来做金钱的管理。这个金钱的管理，咱爱真正确的来做这个金钱的管家。世间上有真侪册，咧教咱要安怎来管理咱的金钱。有人讲用批笼啊，我一个月所要用的物件，一笼拢藏好，我就来使用。我要欠偌济，我拢来藏好。但是这所是咱人所想的。耶稣伫即个部分，伫马太福音第25章14节到30内面，伊却用即个管理的概念来甲咱提醒。伊咧讲有3个奴仆的比喻，伊讲即个时阵有一个人要出外去旅行，即个主人就互一个5000，一个互2000，一个互1000，然后伊就离开。等到伊转来的时阵，即个领5000的，因为伊做好的管理；即个领2000的嘛做好的管理。所以伫中文一本伊内面讲真好，你即个好佮可靠的奴仆，你伫即项事顶面会当可靠。所以我要委托你经营佮较大的事。重点伫即个所在，伊讲入来分享你主人的喜乐吧。当咱做真好的管理了后，咱就是甲主做伙，建立到主人内面的喜乐。当咱会当管理金钱的时阵，咱所领受的伫迄个属天的喜乐伫底。但是咱看，迄个领1000的，伊拢无做，因为伊讲伊惊，伊讲主人，你无财政的所在，你要收；你无业政的所在，你嘛要自己遮的物件。所以讲，你的钱伫即个所在，但是主人明白的甲讲，你无做好好的管理，你上无嘛该放喺银行生利息。等我转来的时阵，你会当连本带利来摕过来。即个1000的，伊所得到的是无的，要连伊所有的一点点啊，拢要摕走，而且要甲赶去外口黑暗的所在。那咱来看，上帝爱咱做的管理，是上尾要进入到甲伊同做伙的喜乐的内面。因为安尼，咱需要做一个好的金钱的管家。那安尼伫即个部分，上帝透过保罗伫今仔日的提摩太前书内面，要互咱学习的是第一，咱爱彻底明白金钱的本质。金钱的本质其实是要帮助咱，互咱了解要安怎来运用。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，伊来讲，那因为咱出世无带啥物来，过身也无要带啥物去。这是金钱的本质，伊伫即个所在。咱嘛了解金钱的美学，互咱会当明白了解，其实咱毋通去贪恋遮的事，而且咱爱追求永远持守伫永生内面。咱要安怎追求即个永远的持守的永生呢？就是咱逃避金钱的威胁。所以咱要追求的是对上帝遐来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甲温柔伫一个所在。
因为咱爱知上帝是享受生命，互咱万物的上帝。所以耶稣是为咱定十字架的主，所以咱持守主的诫命，莫阁互这金钱来控制咱，因为咱爱谨慎听候基督再来荣耀上帝的名。所以伫即个方面，咱拄则讲啊真多，敢若甲金钱讲较歹部分较多，其实毋是。其实咱伫即个生活中间，咱爱平衡，伫属灵的生活顶面，咱爱起了着主的话语；伫俗世顶面，咱爱伫物质生活中间，咱爱去了解明白要安怎来运用。上帝甲咱讲，咱爱追求敬虔以外，咱嘛爱来管理咱的财富。所以咱爱真知足，有衫通穿，有饭通食，其实这是满足咱上主要基本的需要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伊讲，咱若有财富的时阵，毋通自高，毋通挖苦继续挖苦迄个金钱。伫过去，真侪人拄学校拄毕业，都受到即个社会的一个讲法，讲你要赚人生的第一桶金。第一桶金赚完之后，安怎要第二、第三？这毋是无好的，但是你要了解，上帝爱咱有遮的金钱财富，是伫18节内底要甲咱讲，咱爱尽力去行迄个好的，因为好的所行的是要互人伫遮的好事顶面得到满足，要帮助人，互人会当进入到上帝恩典内面。所以咱真甘心乐意甲人来分享，这是上帝爱咱去做的。哪里来看？咱即马拢是用钱来看，还是用头前来看呢？伫即个社会，咱爱改变的是，咱爱用头前。即个头前是咱知，咱爱明白了解，上帝享受咱的是一个永远的活命，所以咱需要用前来看，互人会当明白了解。特别是咱要用人来传扬上帝的疼时阵，咱毋通阁掠迄个钱做你有成功，也是你有无成功的标准。咱来掠的是你有认捌耶稣要享受互你的，你有看到你即马身躯顶上帝所享受互你的遮个物件，你有知足也无。所以咱要有智慧，用生不带来，死不要带去，无定着的钱财。为着家己会当伫未来累积迄个好的根基，持守上帝所享受咱迄个真正的性命，咱努力来跑走。钱，人讲愈做愈好，有钱万项事拢会当，无钱万项事拢袂当做。敢真正是安尼吗？所以，当你感觉上有钱的时阵，是啥物时阵？你感觉你倒一届经验内底是钱，哇，真好。倒一届是你的经验内面是上无路用的，那呢，这会当真做咱伫信仰内面的反省。咱爱搁一届转来到上帝面前，感谢上帝的享受。所以咱爱对这个时期开始，无论你透过一般的册，甲咱讲要安怎来理财，还是要来安怎做，咱都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来对待金钱，来做一个金钱的管家。因为安尼，咱今仔日咱的顺序内面，咱的回应的诗，有完要唱咱奉献的迄条诗歌，306首 A 调。但是咱一般咧奉献时阵，咱唱4节。今仔日咱要唱5节，要甲唱足。即个中间，牧师要邀请大家，搁一届唱这条歌的时阵，咱咧回应的时阵，用你的心来唱，因为做好金钱的管理。的管家嘛是家己奉献给上帝，所以咱头一届唱回应诗的时阵，请你体会到这条诗歌内面所要表达爱咱奉献的意义，以及咱第二届咧唱的时阵是真正咱献出咱所有的来互上帝使用，这是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知你享受一切物件拢是好的，但是阮人因为家己的私欲，阮想要拥有所有
你甲阮的心有贪恋，愿主你帮助阮，会当互阮明白了解，阮所有一切，拢是上帝你所赏赐的，互阮会当知足，因为上帝你为阮备办一切。愿主看顾阮，互阮伫未来的生命中间，阮所累积的这财富，是要帮助更较侪人来明白你。阮无搁掠有钱无钱，成做一个成功的标准。因为阮知，阮每一个人伫你的面前，阮伫上帝你的眼中拢是好的。愿主帮助阮，会当互阮伫传扬福音的时阵，搁较去关心遐需要的人，帮助因进入到上帝至圣国度内面。这是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同心来祈祷讲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，无抵带阮入去试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